Meat Food 肉联厂简介。我们肉联厂2017年建设，屠宰场和肉熟制加工厂配套设备建成的肉联加工厂。我们厂子是每天屠宰200头牛或200匹马，每天屠宰500头生畜羊。我们厂加工的肉每天生产熟制肉8吨。我们厂有能容纳60吨的速冻库有3个，700吨容量的冷库有3个。我们厂子有4个兽医、1个技术员、厂长等主要管理人员工作。我们的厂子员工有40。我们厂子加工肉有自己的配套程序和监督系统。我们严格按照 HACCP 标准去生产加工肉及熟制肉产品。屠宰生畜的验收过程。第一，我们首先从具有物疫区的地方收取马、牛和绵羊、山羊，将这些肉加工生畜引进到肉联厂进行第一次验收。第一次验收的主要是检查牛羊的眼睛，还有口腔、鼻有无疫情情况，如果有可疑生畜将会隔离。第二，将验收好的生畜进行24小时的隔离，进行空腹。此后进行屠宰的时候，将牛羊屠宰通道里进行用20度的水进行冲洗，之后用电泳的方式将牛、马或者是羊进行电泳屠宰。首先取头的第2个程序要检查关键的地方，进行颈部头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或者有什么疫区进行取样化验，这是 CCP-2 的检查过程。开腹之后，检查腹内的淋巴结和腹内的各个脏器的颜色和其他。如果有发现异议或者是有问题，进行取样检查取样，如果发生问题进行隔离，没有发生问题继续将腹腔内的脏器根据专门的取腹舱的地方开腹，将腹舱转移到腹舱储存的通道里，放到下边。第4，将酮体进行冲洗完了以后，对酮体进行检查，对淋巴结详细的检查，看有没有中大和有异议。如果有异议，将酮体割开；如果没有异议，继续进行。如果此次的检查中发现有疫情，将此次的程序全部隔离。第5，现在想解释的是熟制牛肉加工厂的程序。首先我们检查
熟制牛肉的原材料，从加工屠宰好的肉中取出要剔骨的牛或者是羊肉，经屠宰剔骨车间取样检查肉的质量，重点检查肉深部的温度和 pH 值，以及其他有无变质的肉的问题。取肉进行分离，绵羊和山羊要具体的隔离，完了以后进行剔骨、分肉、腌制，这是第二个过程。在这个熟制牛肉的过程中，首先要再次取样进行化验。那么熟制牛肉的时候，用开水，也就是100度的开水里煮1个小时之后的肉的深部温度，必须在80到82度之内。15分钟后，熟制肉即崩。做熟的肉取出来进行冷却的温度车间温度是12到13度，在这种的冷却环境中冷却熟制的牛羊肉。包装熟制的冷却羊肉要进入包装车间，包装车间用5公斤为单位进行分割，而后进行包装。包装的时候，商标做好，真空塑料包装速冻库。此时要检查肉食品中有无金属残留的杂质，这是要检查的 CCP4 阶段。真空包装的检查完毕以后，将真空包装的产品存入速冻库。速冻库要检查肉食品的质量是否合格，进行化验。合格以后要进入速冻库，不合格应该隔离处置。速冻以后的产品要拿出进行外包装，按照25公斤进行和纸箱包装。纸箱包装之后，将商标进出口标志放在纸箱子之后，放在冷库里进行存放。到一定的出口运量之后，要把产品进行装运。冻库的温度要保持零下18度。所有的加工好的熟制肉产品要经过技术监督局进行验收，合格以后进行出口。运输车辆要进行严格的消毒之后的车经检查签字确认后进行运输。